如果你屋企嘅電線係搭線嘅話咧，其實呢3萬蚊唔係裝修費嚟㗎，係你全家嘅保命費。裝修師傅檢查完間屋，叫你交翻3萬蚊嚟換全屋電線，你第一個反應係咪覺得佢劏你咧？好多業主同我講，條電線用咗10幾年都好地地，點解一定要換啊？大佬最常見咧一個問題叫搭線啊，即係佢上一手嘅師傅咧，佢偷雞求其穿，同埋扶新改或者新做嘅電位咧，佢就冇入到喉管。你試諗下，如果嗰條電就咁收喺一幅結構牆，咁而嗰幅牆其實係會隨住溫度冷縮熱脹嘅喎，咁條電線就會受壓啦。二來就係咧，如果咧你後尾轉嘢落去牆度咧，有機會轉用電線你都唔知道。三嚟咧就係條電線咧直接擺喺英泥沙度，其實佢老化速度都會加快嘅喎。咁當啲電線受損嘅時候咧，佢個荷載咧亦都隨之而降低啦。咁其實破損嘅位置亦都容易因為接觸不良引致到着火。所以機電工程署嘅要求咧就係話佢個電線咧應該有足夠嘅保護啦，嚟避免一啲物理傷害。亦都點解一啲我哋會做裝修嘅時候咧要做翻條膠喉去保證佢由電箱去到供電位都有足夠嘅保護。一個真正負責嘅師傅，如果見到搭線，其實佢一定會叫你剪咗佢再做過。如果見到都唔出聲，呢啲先係叫黑店啊！所以記住咧，其實裝修有啲錢係可以慳，例如可能你櫃門你想用平啲，家私做少幾件，專買平啲。但係你見到搭線呢樣嘢，我就建議你一定要換啦。我係工程師 Andrew，follow 我哋話俾你聽多啲工程上嘅知識。